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来看普发现金1万块，景气太好，台湾钱淹甲卡头有，所以普发1万也阁有。反正预算咱也无少钱，规期总预算骗甲4条台湾世界富，安尼阁有啥物问题？今仔日好好来看卖。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民主进步党台北市议员颜玉芳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二位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慧珠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是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贾敏宏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么第四位是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大家好。咱就来看这个普发现金是什么代志？总统赖清德宣布，明年要普发现金1万块。那要在野党呢就批评，去年在野党咧推动普发现金，和执政党攻击。那么即马中央阁规划普发现金，却拢无共款的标准。不过民进党的立委认为，国家财政的状况无共款，普发现金的前提是袂使增加债务，福利增加，国防嘛要兼顾。总统，我们的财政有办法让蒋万安喊加码到2万吗？总统，想问一下，普发1万，你觉得在党还会再挡预算吗？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总统赖清德无加做表态。总统17宣布明年会普发现金1万块。台北市长蒋万安17话讲，应该增加到2万。对普发现金，高雄市长陈其迈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拢乐观其成。普发1万，那剩下的5000多亿哈，可能跟立法院多对话，多聆听民众的声音，还有地方的一个需求。与其啦所谓的这个加码，那不如实质就好好的面对地方财政分配不均匀的状况。同一个时间，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准备提案，要求台北市府按照年度支出计算了后剩下来的钱，来普发给市民21000块。不过财政局讲，年度支出剩的钱只是老本，有332亿，目前债务有甲353亿，并无普发现金的条件。不过，南亚立委质疑讲，去年在野合作推动普发现金，去互执政党批评，安尼根本是相同的标准。因那绿营立委强调讲，普发现金的前提是无机制，福利增加，强化国防。剽窃蓝军立委的一个政见，到底的绿能你不能。税收增加，政府该花的钱你建制完毕，然后呢又不用去举债的情况之下，根据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。去年普发1万块，并且消费倾向 MPC 差不多0.29，也就是1万块，敢若带来2900块另外消费的效果。这显示普发现金对刺激消费或者是扩大类似效果可能有限。因为选举到了，那我就来发钱，然后呢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主导整个就是选战跟整个话题的发展。因为我既然有选战的好处，也可以绑明年的预算，但是呢，恐怕赔上的就是什么民主政治的发展，整个国家的制度了。学者建议，政府应该把相关的资源集中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产业，亲像投资 AI、算力中心、强化电网，甚至是加强有可能去互 AI 影响的产业引导港的教育训练，这会更较有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可能会认为这就人性啊！你要分我1万，我当然嘛讲无，袂要紧，你就来啊。但是在理性上，咱就知影讲，是毋是先行制，还是安怎吼？不过，咱先来处理这条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讲，规期到2万。这个2万有一种处理方式，就是讲叫中央吼，你规期2万背落来，你就发落来。反正还阁有钱，阁有就是台北市会当会得的记载会条，家己出1万吗？敢有法度？我要先来请教咱的2位现任的市议员吼，蓝议员，你感觉若是台北市有这个材料，通家己出这个1万块无？我相信讲大家拢知影讲，第一个啦，台北市的收入，尤其是今年送入来预算，
咱的你去看预算书吼，咱的预算是收入比支出搁较济，所以咱台北市的收入是有的。啊，搁咱来看就是咱的主计处的这一个年度税计剩余113年的时阵是这个539亿税计剩余。哦，库房好存530。啊，114年，这民国114年是577亿，577亿的税计剩余哦。就是后头库房啊，搁有啦。来。啊！你讲这有法度发无？其实咱讲台北市245万人，吼啊，一人1万，其实咱算的是会使。吼，那因为咱家购有这个中央补助进来的一些钱，那这个我们财政局的局长拢讲啊，我们不是中央补进来的钱多少钱，我们都要拿去还债，对哦。啊，我们中央拿进来的拿去还债，税计剩余其实都还有。所以咱在中央的钱我摕去行政，啊，我若是有统筹分配款，有超收的。那最近不是都在讲台北市有给400多亿的这个统筹分配税款这个部分吗？那这个部分因为财政局是讲啊，他们有一部分要拿去还债嘛，啊，这是进行这个台北市长在报告的时阵内底嘛有嘛，啊后边咱讲啊还有税计剩余，那所以你讲预算书内底财政局有讲啦，讲可能会用到税计剩余。但你也可能会用到，你嘛无上礼拜讲，你可能要用到哪里去？拢一个可能要用到倒，唔知也无下礼拜。所以这变成讲，你讲你放伫咧遮啊，当然蒋万安即马讲的就是伊请客啦，啊别人都来付钱啦，就亲像进前迄个凤梨世家共款，吼，伊讲我要买200箱，啊啥人2000箱啊，几百箱安尼，啊啥人付钱？各个局处的这个局长加处长，哦，大家各自掏腰包，从里面去买。像这个产发局长，哦，伊就讲伊家己掏腰包，哈，就是用他的特支费买100箱，哦，伊买100箱，啊，这买100箱这啥？这就是蒋万安开的说他要掏腰包买。你若有收到，你嘛唔敢食呢？无，伊迄拢是吼各个这个他们自己产业局这个产发局，我好奇是，伊当年有存500几亿的这个西卡。啊，这个钱拢无咧使用嘛？伊会使用，啊，使用到偌济，迄无可能全部拢用煞嘛，无可能500几亿全部拢用煞。啊，你敢有心查到这部分的钱？应该是讲，伊后边有些有用追加预算啊，还是用一些相关的看伊要用啥，啊，再追加预算进来。啊，不过这就是讲，咱讲台北市有存钱，你有存钱，其实你会当还嘛，啊，你讲去年在发这2万块的时阵，去年是用举债哦，去年是用举债的方式、借钱的方式来还。那你说，咱国家有没有举债？有啊，国家嘛是举债啊。好，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债务啊。但是今嘛到今年咱是唔免举债，我们可以发钱，这甲去年是无共款的。啊，你讲这2万有够无？其实你去看这个。立法院国民党的党团，伊伫咧今年的这个5月6号，吼，应该今嘛提案，提讲啊要发1万块。这个1万块其实嘛是照着这样一个财政来源，我们财政支出是符合国家的永久永续。委员讲是偷因的证件啊。啊，你嘛讲1万，因为你发1万啊，今嘛蒋万安讲爱2万。啊，国民党的党团提案是1万嘛，啊无这1万其实台北市是有法度会当发，啊毋过蒋万安莫讲你爱做好人，啊毋过钱拢爱别人出，安尼敢有理？安尼是无理的。咱这题先处理到这吼，我咪共款吼，阿主席，你认为蒋万安讲2万，会当伊家己出1万，还是讲无？这普遍这全台湾的人拢按2万？你感觉？好，我们先讲的蒋万安市长，还有一些立法委员说2万，是因为今年我们整个的这个税收超收多少呢？超收国税的部分超收1兆1623亿，超收非常多。光是1月到7月的证交税，我们就收了3987亿。好，那预估到年底，我们证交税可以超收6000亿。所谓超收，就是比过去编预算时预测的还要多。所以今年中央的税收是真的不错。第一个，我们股市很好，
第二个呢，我们经济成长率11.05%也非常好，所以中央今年呢，今年的部分，当然今年的账会反映到明年，就是1兆1623亿。那现在呢，民进党政府是说，因为我们超收很多的钱，所以我们有能力发2300多亿给每个人1万块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蒋万安跟国民党的立委就主张说，你既然超增了1兆1623亿，你只发2000多亿，那你有能力发到2万，2万是多少呢？就是4000多亿，4700多亿。好，4000多亿，你4714亿每人发2万，你1兆1623亿，你每人发4714。发2万4714亿，它还有非常多的剩余，这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税收的增加，证交税增加，还有我们的那个经济成长，归期2万。所以现在蒋万安还有国民党立委是说，中央应该每个人发2万。那至于刚刚主持人谈到说台北市，是不是说？像你们刚刚建议说，中央发1万，台北市加1万，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税，国税部分，它的这个体积是非常大的，包括我们每个人赚了钱，个人所得税交给中央，包括我们买股票，每个人买股票买1张就要交1次的钱，包括我们的遗产税，包括我们做生意赚的所得税，这个营业所得税、盈利所得税，都是交给中央的。那台北市包括其他各县市，我们叫地方税啊。地方税是体积比较小的，它属于这个财产税，包括我们的印花税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土地增值税、房屋税等等这些税呢。它不是每个人都交，因为你没有房子、没有土地，你就不用交这些税嘛，那所以它是属于财产税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交的。但是我净交税，我嘛无博股票，我嘛无交税啊。对，台湾有1500万股民，你可能是那个剩下的那个800万没有买股票那个股民，超1000万人。所以我要讲就是说，中央跟地方，第一个税的这个体积不一样。第二，税的名目不一样，所以中央税跟地方税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第一，你无赞成台北市来负担这1万，但是你有赞成2万中央塞落去。因为中央就像我们刚刚讲，中央自己说今年超收1兆多的税，那台北市没有超收，台北市没有超收。刚刚有来宾说，怎么把这个钱拿去还债？这个是法定的，我们政府规定，每一个政府包括中央，你的税课收入其中5%到6%是一定要拿来还债，你不还债你就违规了。这就是让我们财政要有纪律。比方说，我们台北市蒋万安是非常遵守财政纪律的，他任内4年还了430亿。那还税还债，让我们的债务减少。你看他上任的时候，就是柯文哲市长任内，我们每一个台北市民要负担3.6万的债，现在呢已经是1.9万，明年到1.5万。就是说你的债越少，你的利息就少就你的利息少，就每个人负担的税收少，你反而建设费用比较多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讲，今年我们的预算税入是2382亿，税出是2524亿，短差142亿。大家有听懂哦？我们今年我们收的钱，各种各样的钱包括中央补助款，包括我们税收，跟我们花的钱，我们就不能够平衡了。我们的账是赤字预算，我们少了142亿。不是讲金库还有存500几亿。那些税计剩余就好像我们家里的这个存款一样，这个存款要拿来干什么？第一个我就讲，我们今年税入税出少了142亿，是不是要从那个500多亿税计剩余拿来还这个钱？所以你有赞成中央换2万？我们赞不赞成我觉得是要去理性的探讨。以刚刚所讲，就是我们1年增加国税1兆1200，我给你当作你不赞成哦。对，我们的国税增加1兆1623亿，那我们发2万就是4700多亿，发完了以后，我们还有6000多亿的剩余。咱小有总体经济学家回来分析一下我先和这个阿宏，你感觉咧？这2万中央规期塞落去较规期，像阿瑞姐讲，还有准呢？系啦，我先讲好清楚，我唔是一定爱反对，
但是讲即马吼，咱国家是甲代志拢处理好势啊，有剩呢，咱国来普化。即马吼，遮尔济代志爱做，买武器，饲囡仔，照顾咱的时大，无方便的人，是毋是遐济个代志要来做？即马吼，若是钱拢分啊去，就无代志，无钱会使来做代志啊。所以说，这钱哦，伫咧国家内底吼，会使来起国际的社会住宅，会使来起较好的幼儿园，会使来请老师，会使来炸囡仔、带囡仔。会使来互咱的警察、咱的公务人员、讲的消防人员。我读互你听，你看对啊毋对啦？好，谢谢。咱一年的订照，超600至800亿，这2350亿，会当做3档的订照，会当3.0、4.0、5.0安尼啦，过来健保咧，健保一年超8500亿，2350亿超1/4，超注入去咱医生本来0.9即摆会当1:1，好啊唔好，大家想看卖。小资化2年以上的总预算1000亿至1100亿，会当超2档以上的即个育儿公共化的政策，会当来做做普适的幼稚园啊啥，过来捷运一条捷运台中捷运600亿，新北市的较贵700亿，怎样起3条呢？所以你的主张是安尼想吗？是啊，你看，咱是毋是就会使来讲，会使来起这物件？就你若是咱破坏分落去，就无啊，咱的建设就无法度。所以阿宏，你是根本性你就反对发现金1万？嘿，是安尼。是安尼吼，是。连1万都不赞成，中央1万都发1万，你都不赞成？嘿，因为其实讲，我讲歹势。你要选举的人哦。其实讲我歹势，我来选举，我是感觉讲咱是咧做这对的代志，毋是讲咱是咧讲这是感觉咧。互你来做一个欢喜，安尼是讲咱来做正确的代志，是安尼想啦。恁整个时代力量拢像你安尼想哦。是。安尼吗？你有确定哦？是。那我们就开记者会反对嘛。时代力量的主席是有公开是讲，为旧年甲今年伊拢是反对。伊拢是反对。因的主席有讲。你有共识嘛？吼。是，不管你是啥物人来讲，咱就是反对啦。因为这就是咱想讲，这钱会使来有较好、较搁济来利用啦，安尼啦。那这个多出来的1兆1623亿，你觉得要花到哪里去？我头有记咧啊，我头有记咧。以咱台北市来讲，你想讲迄剩的钱要去10条捷运，还是安怎？你时代力量的立场？其实讲歹势，因为我是士林北投的议员，所以讲一定是按士林北投来建设是愈好安尼。士林北投，咱士林北投就每一户拢啊黄色，拢啊温泉。我刚刚讲的是国税，不是台北市的税。国税今年增加1兆1623亿。一条啊，我头记咧啊，有去捷运啊，全台湾的电网的润成计划啊，还是讲搁较细落去买迄无人机。做无人机啊，是毋是这侪代志会通来做？若是分落去，就无法度创。好，安尼3位有啊，国民党支持2400亿，民进党政府是编2100亿，8年给300啦。我们是2400亿，所以这个钱都有的。好，不要紧，我就要好蔡老师咱就知，咱的观众朋友若是定看就知，蔡老师的立场啦，就是 no， 这唔通，但是老师。你甲咱讲个清楚因为明年咱去看这张，我甲制作人听到，我才险对椅啊拔落来，哇4条咧，明年的预算是4条咧，而且还佫有剩咧，写好预算增加34.4%，去互地方的统筹分配款就超1929亿，佫加1929亿，刷落来。哇！这老师你安怎看呢？伊就讲真好啊！我看研究员讲咱也无机制，但是咱必须要讲，
这绝对性的这个开支啦，还是这个债务，啊，佫是伫的哦。是啊，我感觉其实无迄个无机制啦，吼，迄只是讲你无去行制，你的债你就降袂落来嘛。这是第一点嘛，因为你本来这个钱，即马总统讲的就是讲啊，我即马我毋是用机制，无毋对你无机制，但是你事实上你这个钱会当摕去行掉。但是我感觉吼，这物件我发现金这个代志，这经济效果拄则伫新闻内底有讲，中央研究院早就有讲，一人开3000块不够。对，今仔日是7月7娘妈生，大家暗时啊，敢会因为听到罗总统要发1万块，讲咱以后来食较好诶。真侪人就买嘛，吼，我袂去甲这个钱直接就怎甲开号掉伊，我有可能怎甲欠起来，还是你若因为讲，你有其他的用途，你嘛是会欠对其他的用途去，你袂去增加这个消费，对着社会来讲，一般的帮助当然是无大的。第二点就是讲，大家淡仔咧争讲，比如讲，这就是讲食吼，拢食公的吼，开拢趁拢趁输的，啊食拢食公的，酒吧是上基本的这个例啦吼。台北市虽然讲咱有国税，咱有地方税这个差别，但是咱即马有真侪国税，拢已经变成地方税去互分去啊。拄则主持人讲到讲，这地方的每年伊就会加将近2000亿，所以伫遮个钱，你有法度来发这个现金无？你家己爱算看嘛，你毋是讲你发2万就发2万，要发1万就发1万。今仔日这个发现金这个问题，就是针对较早伫蔡英文总统的时期开始发这个6000块到今嘛，怎啊变成讲大家怎啊有样看样？当然，这已经毋是一个经济问题啊，我必须坦白讲吼，这已经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啊。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讲，今仔我若有机讲，你会甲提出要发1万块，我是毋是爱先发出来？先讲先赢。对啊，我若无先发出来，你会发袂？啊，伊过去在阿党安尼的行为，一定会发的嘛。哦，你开1万我 stop。咱会当看到，像台北市政府伊的政策作明显，若无就是讲对人发现金，若无就是讲营养的午餐免钱，免钱的上贵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。全台湾无，全世界无迄个免钱的物件。敢若你去东南亚吼，遐诈骗集团开互你免钱的物件，但是你已经去用骗去啊。啊，像即个物件咧，你即个钱你安尼黑白开，即马咱后礼拜已经要开学啊。咱有偌济中小学的学校抑甲找无有够的老师，像咱遮老师会无够，因为伊的薪水可能无够悬。像咱伫病院会真侪护士你会找无，因为你的薪水可能无够悬。你想要袂当小工要发现金？你若无爱发伫迄个对即个社会较有意义的所在，无一定讲爱去做啥物大建设。迄建设对真侪人民来讲伤远啊。但是我若会当互你讲，你会当请真侪护理师，会当较容易请到，互咱遮个囡仔，伊伫即个教育方面会当有够的老师，会当有即个有资格啊，有想要来有即个热情的老师，你互伊一个月加2万嘛。那就爱大家加1万。我嘛来做老师。会使啊，主持人，你遮尔有社会责任的人，你本来就是爱去做老师啊，对无？你只要反正是浪费嘛，对无？所以对你来讲，你若我若讲互你加2万、加3万，你有真侪的社会的意义，会当去讲啥你要做这事。虽然我是发现金，但是我是发伫对整个社会拢有帮助的所在。我互一个年薪500万的人1万块。参一个年薪50万的人，1万块，拢完全拢小共拢互伊1万块，但是意义完全无共。啊，我若会当甲这个钱集中起来，去对着真侪的社会，大家拢感觉有需要的物件，去做较侪投资，毋免讲是硬体的投资。我拄仔讲着真侪护理师遮的投资，你也当甲做好，迄对社会帮助就足大的啦。老师，你头仔讲的拢一次性的、一次性的啊，即个护理人员。和老师，这种一次性的吗？我讲的不是一次性的哦，我讲的讲，你若真正要好啊开这个钱，你得爱每一档，因为这是台湾即摆面对着的问题啊。你这个问题你若无爱解决，你敢若一直去发现金，就无效嘛。你发现金发的你就无意义嘛。你若有法度甲伊大规个甲收个转来，啊好好啊想看卖啊。我今年我就是要甲护理师，要分5档。6档我会当甲做好，我若伫这5档6档，我会当甲这个护理环境甲用好。我对着台湾的人民，我都有交代啊，
因为我会当互因有一个较安心就医的这个环境啊。毋是讲啊，我有这个钱，我也想要去做中照，我也想要去做这个这个劳工的这个保险，啥物拢想要做，你就啥物拢无钱。你爱甲即马现主是咱上需要的，啊，大家面对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，爱有法度先解决嘛。你这个代志若无爱解决，钱摕来就怎啊压掉伊？我嘛这是做毋好的。啊，上麻烦的就是真侪学者，伊伫过去只要若民进党咧发现金，伊就会讲你黑白开钱。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讲要发现金，伊就完全点点，这就完全无一致啦。台湾真侪安尼学者，我会感觉安尼的意见，其实你是无啥物通去参考的所在。老师有一个反向的思考，就是讲啊，不如吼，这加一条话，紧来去行政。啊，但是有人讲无咯，巧巧人会晓趁钱的人，拢是去借钱来开来用，啊，互经济更较成长。都这种思考才对。其实我们后壁迄种思考较对啦，吼，就是讲，毋是讲你敢若一直还钱安尼就好啊。所以你淡仔变讲哦，你还偌济少，其实迄是无啥物路意。你爱想讲，只要我每一档拢会当加趁，安尼我的投资就对的啊。啊，像比如讲，你敢若讲我要摕去行销，啊，你到现在社会真侪重要的即个公共事业，拢已经找无人啊。你讲要去行销，你即摆要去行销，你明年你就随欠销啊。因为你这个公共服务你也提供袂出来，这经济活动就会降落去嘛。经济活动降落去，你的税收你会降落去，你的税收降入去，啊，你明年是不是变得这个债务会较愈悬？所以，我们不管是咱个人、咱家庭，甚至个咱整个的国家，其实大家咧讲要安怎用这条钱的时阵，你今仔日小可参你本来有期的小可有存。应该想讲要安怎好好啊用，毋是怎啊讲安摕咧怎啊压掉。所以我讲，这种发现金的问题已经毋是一个经济问题啊，伊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。啊，若是政治问题，我就爱对你发。啊，若是政治问题，老师你。那政治问题就像我讲的啊，马紧你要安尼发，马紧我若参你无共，我应该发一个讲，我要去对这个社会投资较有帮助的所在，小共发现金，但是我甲这个群体甲锁较暗的，啊，针对这真正有需要对。着即个社会公共，到即个外部利益的物件，你会当去做即个投资，其实这对着咱整个台湾是较有帮助的啦。啊，所以你毋才会想过讲，拜托你要发现金发1万块，我就爱甲你投2哦，我毋是遐假咯啊。哪有迄个讲要发现金，我就需要甲你投2的，迄是惊你甲出即个奥步，所以我毋才会讲啊，你用即个奥步，我怎啊对你用迄个奥步来治你？所以我会感觉讲吼，大家阮会想讲一寡较有路用的啦，啊。迄个无路用的哦，毋是要学你，是参你咧竞争的这个过程中，我必须要出的这个角色。蔡老师已经点起来，就是讲啊，这个毋是伊领域内面的经济问题，只是政治问题。那么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讲吼，我规期破坏现金啊，偏离年度预算，一箭双雕。你总预算，你就要好好甲审查。就算讲你要破开来审查创啥协商安怎，我就有小马本，甲你通好小赌。我毋知颜议员你安怎看中央这个方式？其实咱咧讲哈，就是咱咧编预算的时阵啊，你要安怎互这计划性、政策性，其实能够会甲久久长长，就是放伫咧咱预算的内底。因为若讲你这预算吼，这个项目。被提掉的时阵，迄是爱经过足侪繁虚的这个行政流程，这行政流程。好，那所以伊这久久长的时阵，伊放伫内底的时阵，它就是讲你当年拢爱编这预算，就亲像咱在讲0到18岁这个部分，这是预算会当去处理的。啊，你讲这因为明年应该讲今年咱税收吼其实是暴增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预算是暴增，啊，当然税收暴增。预算当然也暴增，与这个是台北市的预算也都是暴增，我们都是逐年增加，我们也都是增加的，每一年都比前一年还要多啦。每一年都比前一年要更多，因为包括讲你说物价啦、通膨啦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支出都是一定要，所以预算都会比前一年还要高。啊，你讲咱头都在讲预算，啊，还有一条啊，到底开去到无啦？
咱包括讲加薪减税啊、福利啊，包括讲咱这个0到18岁这个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嘛，对不对哦？啊，还有要让大家减少负担，啊，还有包括讲咱互地方的钱吼，是加1929亿，是一条哇呢，一条3579亿，所以你甲这全部有新的政策，啊有加薪包括讲你讲老师这会使，我刚刚讲这就是大家去审预算内容到底加到哪里，包括你讲公务人员是不是要加薪，军公教人员啊，这护理师今嘛拢欠，医师嘛欠，吼啊这些部分我们怎么补齐？长照2.0、3.0这些，伊拢是爱增加医生的，所以你讲这钱是开去倒，有行政院拢有讲伊会开去倒，包括讲咱的国防，吼咱的国防有偌济，因为国防是有增加的，确实是有增加的，啊这是要保护咱台湾的国家嘛，所以。咱在讨论讲，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之下，这个预算里面是足以支撑供增加福利，减少大家的负担。好嘞，在新手的爸爸妈妈，在育儿的时候也可以减少更多的负担。啊，咱的时代有国家会当给你照顾，长照不管是日照、公托这些等等，他都会帮忙照顾的时候，财政负担上是可以的时候，我们来做这样的处理。我来就这个问题来请教，你看咱的图表里面吼，行政院的行政津贴，啊，甲哪边因在野党的绩效考核，这吼行政院认为讲立法院袂当透过法律来强迫政府吼每年支出2162亿啊，吼。啊，在野党认为讲啊，我就专法才通保护这个绩效啊的权益啊。但是，就算讲这个法案可能违宪，那么执政党是安怎无直接提起服役啊，或者是公布了直接来申请释宪，啊，要直接来复述，这个动作其实是趣味是在遮哦。我无甲你复述了，我提出一个版本，减少200几亿啊，差不多200几亿个，因为第一个啦。咱拢知影讲法律上关的最高的叫做宪法，不管是你国家的法律，还是地方的这个地方自治上面，你都不能超越地方自治，不能超越法律，法律更不能超越宪法。所以咱的天花板其实就是宪法。啊，咱今嘛你讲宪法，咱宪法法庭就不法都开啊，因为没有大法官啊，你要拿去那边，所以我觉得在违宪的这些法律上面，在我们的法规上，其实咱行政一定是有不附属的这样的一个权利。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到底差别在哪边？第一类啦，应该是讲它有多了一个，包括讲有企业赞助免税，包括讲这样子蓝白的儿少条例的这样子未来账户，它会有一个造成未来咱有贫富悬殊的一个问题。因为行政一定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这个没有写到的，就是针对弱势家庭的小孩，家长如果帮他存多少，会有一个1:1，相对的1:1。因为咱希望讲我们贫富差距可以把它拉近一点，让我们这些可能弱势家庭的小孩，他在未来出社会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起步。不会让他觉得我们输很多，或是什么，至少把它拉齐，大家有同步的一个可以向社会力拼的一个状况。不过蓝白这个状况，它其实还有一个企业免税的部分，企业赞助，可是它这个里面的配套措施其实是不完整的。其实你看，未来咱咧领的，其实差几万块啊，差无偌济呢，真正差无偌济。不过你爱看伊内底的条例，企业赞助这些等等，有需要吗？现在无一定立法院内面就直接来讨论、来处理就好。第一个就是已经提一个版本啊，你这还要用一个特别条例，提一个版本啊，大家就来讲嘛，就是我们就来讨论这样子一个内容嘛。但是你先提出了一个要求增列预算的这个部分，在法律上面，就亲像议会，咱无法度提供，袂使你这预算袂使，你爱编较济，这不行啊，因为我们监督权、立法权是不可以有编列预算，或者要求他编列预算。自己来啊。对啊，所以伊家己来就是用这个版本啊。
我是刚刚讲，因为在这个数字上面、金额上面并没有差很多的时候，其实为什么一定要？我觉得行政院这个版本也是不错。议员，你认为讲这大家应该是气氛和解的开始吗？就是讲啊，你讲啊，你安尼袂使，我提一个版本，啊，咱好好来讨论者。我嘛希望讲啦，每一个咱的法案，也是每一个议程的时阵，大家拢会当伫个议会好好讨论嘛。你伫个委员会讨论，对啊，对，就是来大家讨论嘛。那国民党跟民众党今嘛就是行政院这个我们也不要，我们要自己提了一个，所以就变成一直对立的时候，其实对国家来讲也不会是个好处，对学生、对孩童来讲，未来的小朋友来讲。它会不会是件好事？我觉得不会是好事。但是温爱孔还是讲，当你立法下去的时候，这个法到底完不完整？如果当它不完整的情况之下，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讲的它的贫富悬殊，它可能会造成立功免税好了，我企业赞助为了免税，那它后面的这些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，它也没有说明。其实我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事吗？所以政府应该做的是符合比例、符合宪法。而且在照顾真的有些需要帮忙，政府大力支持比较多一点力量的这些家庭们，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我们政府要做的。嘿啊，另外就是咱的弱势家庭，他真的是需要政府再多一些的支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资源再多一些在他们的身上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符合社会公平的一个状况。来。阿主席啊，这安尼如此吼，行政院也家己一个版本在明年度的这预算，对着审查预算够有帮助啊！大家都啊，你有抄我的啊，好啦，我抄的啊，大家来好好讲。你做过立法委员，你感觉咧？主持人刚刚有讲说哈，这个行政院说发1万块，好，然后就跟立委说，你们赶快审预算哦，如果你们快点通过，我们春节的时候就会发喽。所以它就是一个，你刚刚也说它一石两鸟嘛，它就是用这个。我是问您哦，我不是讲安尼。外界都说是一石两鸟，他就用这个1万块去绑希望这个在野党赶快审预算。另外还绑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今年会发1万，大家很开心哦。春节的时候是到明年，大家明年很开心。今年知道哇，我明年很开心，就今年的选举，然后明年拿到钱就。明年的选举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说，这个一次性的发放，行政院那种突袭式的，之前没有经过任何讨论或任何风声，那突然就是卓荣泰跟这个赖清德2个人就宣布了哈，那突袭式的发1万块哈，刚刚有来宾说这种都是政治性的，我也觉得它是一个政治性的，而且它是有一些这个政治目的的，那基本上。这个跟国民党的理念不一样，像国民党去年主张发1万块，它是先定一个法令，然后呢，这个儿少账户也是先定一个法令。国民党认为说有法，那你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政策目标是什么，而且有法律的限制。主席啊，你也做过立法委员，你知影讲立法委员袂当增加预算嘛？对，他没有增加预算。你行这个弯路，立法好。来增加预算，安尼敢对？他没有增加预算，他是定法令，然后由行政院自行决定要怎么做嘛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去年他说要发1万块，那后来行政院是照发，他行政院当然也可以说，你这个立法院说发1万，我发2万，或者我发8000，这个是后面由行政院来裁决的。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的态度就是说，有一个法，它这个。预算它才会稳定，不会今年发完了，明年就不发嘛。但是呢，赖清德他第一个，他这个1万块他是没有法令的哦，他只是说啊，我今年多给你1万，明年有没有不知道。另外这个儿少账户，他也是把它编成预算，他把它用津贴的方式编成预算，但是这个津贴是不是长长久久？好，今年是这样，明年是这样10年后也是这样，你要有法令的依据，它才可以维持。那有了法令依据之后，你如果要修改，还必须要修法。这就像刚刚我讲的，我们要还债，还债的话，就是法令有规定，你这个预算当中你的这个课税总额每年要5到6%要还债，这个就是因为有法令的规定。所以基本上，我个人的态度就是说，我也不赞成说一次性的发放，经常举办。就是说，今年发1万，明年发1万，经常性的举办，这个我不赞成。我认为说，这个经常性的
发1万2万，你就是要立法，你要立法用立法来规范，不立法就随性式的，就是说啊。我这个行政院长，这个赖清德，我今年高兴就编1万，明年不高兴我就不编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如果普发1万这种物件写入去法律里面，哇，这袂得嘞，那这是今年公敬好，所以国民党，后年就无法度大陆的调定。所以国民党定的法令它是有时效性的，它就是说因应今年税收增加，所以我们发。我们不是每年都发。那这个儿少账户呢，它是未来给这个子孙其实你讲这差6万啊，这有差。对，因为国民党有一个6万块的启动金，跟民进党的不一样，所以国民党的法律它有多6万块启动金，民进党没有法律规定，它是用每年编预算的部分，其实只差了6万块钱嘛。所以国民党有法律的规定。跟民进党没有法律的规定差6万，但是有法律的规定，是不是让大家更安心？这种做法是不是更完整周延？来，我可以回应一下。应该是讲，你讲有一个老板，因为你把数字定伫咧遐的时阵，若讲20年、30年，因为这法律搁伫咧啊，搁收。 30年进前的老板，跟30年了后的老板有共款吗？其实这是有一个，你就爱修，所以你讲，对，就是还要再编一套法律来做啊。其实行政权，行政权它有一个可以调整，就像营养午餐要全额免费，这个有法律吗？在台北市议会也没有法律啊。那我们要不要调整？也是。 市长也说，因为随着物价涨，他也没有要求，我们没有任何法律，他就说啊，我们的预算要编增加，因为餐费变多。好，那这个没有法啊，在台北市也没有自治法啊，也没有自治法。蒋万安说，哦，我们要全额免费，多编了，然后就追加预算进来。你没后悔吗？所以意思是。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是好的，那当然这是 OK， 这可以过啊。那只是说，你说大概你超越了这个法律违宪的时候，其实你跨越了行政权，危害了行政权，其实这是行政权应该他们可以去做的。那他也愿意做了。那你说，如果你定了这条法违宪的法在这边，那当然会变成说，你未来在执行上面。 或者是你已经违宪了，那行政院到底要做一个违法的法律来这样执行的话，那整个国家大乱啊！行政院都违法了，那其他人民为什么要守法？我觉得定这个法律不会违法。像去年国民党定那个普发1万块，民进党不是照发？他有说国民党违宪吗？没有啊！来，我看老师一定会举，我先阿红你稍等的吼，老师你讲我这第一有法律。 但是这个法律是立法院提出来，要来增加预算的。这个法律第一，咱过去也讨论真济。第二，我这政党我来对，这种种对，这对法这项代志，敢是唔通，还是讲会使哦？咱来好的，我来来照行安尼。其实第一点就是讲，迄个法律问题，拄则因。 家己拢有讲到，就是讲你本来立法院你就无迄个权利，讲你家己该立一个法，你要去增加偌济预算啦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你若到行政院，行政院当然，伫我的角度来讲，我会感觉讲，你也感觉唔对的代志就是唔对，你会当家讲，我就是无要复述，对无？我无想要家己复述，所以即个物件其实我嘛，政府家己本身就爱做设立的，但是。 我讲这啥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，就是讲你若无安尼对落，怎啊变成讲哦，拢是你无爱发啊？对着真济的即个民众来讲，伊感觉伊摕到即个钱，伊无咧分你讲你即个钱会安怎来，还是有啥物效果？坦白讲，对着每一个个人来讲，私人的问题，就讲我摕到这1万，就是好代志嘛。拄则主持人讲到呀，我袂反对啊。你讲啊，国家有安怎，迄是国家的代志，啊，你要互我1万，这绝对无问题。所以这会变成怎？变成一个政治问题，讲你反对，啊，大家就会去开始去针对你。第二点就是讲，第三点就是讲，拄则讲到讲，这个营养午餐，这本来就是一个真有问题的政策啊。这毋是讲互伊免钱，我想来讲免钱的上贵。 你伫免钱的之下，你毋免招标吗？啊，你若公开招标，是毋是上低成本的人会来标到即个营养午餐？伊标到即个营养午餐了后，伊即个营养午餐内底食材，你有法度去甲感动吗？你有要甲伊好好啊感动吗？毋通拢大家已经食了，较来讲哦，我发现问题，安尼已经拢想办法，规个拢食入去咱遮的细汉囡仔内底。所以伫即个方面，我感觉讲。
唔通讲敢若看到有钱，还是讲即个发现金，大家都拢安尼行伫头前讲，安尼我唔敢甲你反对，我感觉这是唔对啊，因为安尼的过程中一直咧重复，的结果就变成讲，淡仔咧比啦，就久笑比无头啊，比笑久无尾，安尼大家淡仔笑来笑去。你讲你出事加6万箍，啊你拢总一世人互伊加100几万，差迄6万箍，大家去甲你计较迄吗？袂去甲你想迄。其实我嘛伫即个成长的津贴，参即个离校的即个校护，即上大的差别伫对，你敢知？就是讲，是安怎你爱加一个伫即个南北的即个离校的校铺内底，伊加一个讲，你士大人吼，咧就业的厂商吼，会当甲你迄个减税，毋是，会当甲你赞助讲加侪钱。我若今仔日我若是一个较有钱的士大人，我伫较好的公司，迄间公司当然有机会去甲你赞助啊。我若已经家己头家都已经摸咧烧啊，批大愈苦愈暗啊，我哪有够有假的钱要去甲你赞助？安尼会造成啥物问题？就是有钱人、有能力的人，伊都无欠这钱的人，伊的头家啦，会甲伊赞助愈济，变成讲这无钱的人、无能力的人。伊的头家就无落甲你赞助嘛，这个贫富的这个差距会扩大呗，一定会。第二点就是讲，这个士大人会当甲你赞助，这咱过去有讨论过，你若无钱的士大人，伊就无法度甲你赞助嘛。第三点就是讲，是安怎你会当甲你有假的钱放入去这个校户内底，政府甲你保证讲，你会当有2趴的定存。今仔日咱大家吼，少年囡仔。1岁到18岁拢互你5000，这个大家拢是要共会做要紧。但是我士大人较有钱，我甲你加1万啊，放伫你内底。你的头家人较有钱，我有哪甲你赞助1万啊，我加2万伫内底，我甲你保证讲你2档一定有这个定存的利润。哇，安尼够合理。18%。对啊，怎啊变成讲有钱的人会当利用政府这个平台去赚较侪钱？当然，伊无欠遐钱，但是无钱的人，伊就永远淡薄无钱啊。所以这种物件就是讲内底有足侪吼。奇奇怪怪的物件，拢无爱好好讨论，敢若想要用迄个发现金的思维。坦白讲啦吼，一开始即个在野党因推塞出来即个校方参行政用意吼，这有一我无共。因一开始是规个拢锁伫迄个校方内底，但是吼，大家会怀疑讲，你上尾啊，就是好着遐做投信、做投资的遐业者。所以伊即马开始变成讲3万块吼，你逐档会当领3万块吼，你一定要寄伫迄个校户的，这是参行政伊即马较无共的所在。再来第二点就是讲，大家当然你若看即个津贴吼，会感觉讲两个看起来拢做相共的，但是政府迄阵塞出来就讲你有对生育啦、养育啦、到教育啦吼，无共的阶段吼，有互你无共的即个支持啦。上重要就是讲，因为即马大家吼，不管是对一个党拢想要解决即个少子化的问题嘛，所以伫即个行政院推出来即个版本内底，有一个上重要就是讲，真侪人想要生囡仔，无一定生出来，所以我会先去人工生殖，会去人工生殖，政府会甲你加侪补贴。我会讲举一个例，就是讲类似即种有无共的配套的即个措施吼。来帮助即个少子化，所以你若真正要好啦做，我会感觉讲，不管是对一个政党吼，拢系好。对啊，你毋通较想拢想迄个初步都无法度解决问题嘛。这时间拢互你来讲看卖吼。第一，这二小的这考作吼，恁时代力量敢有支持？袂，歹势，无支持啦。无支持，恁的主张是啥物？咱想讲吼，这已经有囡仔的家庭，你若是吼加摕这5000，也是不无小补啦。但是讲你若是今仔日你目标是要解决这少子化的问题吼，就是讲你去问一个未结婚未生囡仔的少年，伊敢会为着这5000块就说我即摆我来结婚，我来生囡仔。这其实讲大家拢知，唔好家己骗家己啦。其实少年人唔敢生，其实像少年时是真正担心的是讲，这厝吼买袂起，囡仔无人来带，托婴嘛排无，做工课你会使停啊，袂使嘛。所以讲这问题就开始就唔是讲这个国家要互你偌济钱，是讲这钱哦有
开伫咧，这真正会影响到咱真正生囡仔的这同重要的所在啦，安尼。所以咱时代力量的立场是无倾向到福利国家，还是讲有爱做福利国家，但是毋是伫遮，啊要甲放伫倒位？其实讲，老师老师嘛有讲嘛，就是讲你若是破花出去哈，就这分出去就毋知去创啥啊。但是讲摕来吼，请一个老师啊，会使来安尼老师来讲教囡仔啊，带囡仔，就会互你家长会使放心啦，啊，就较有意愿来生囡仔安尼啦。老师要补充。举一个例啦，吼，你若讲真正营养午餐要免费吼，要免费的所在绝对毋是伫台北市啦，要免费的所在可能伫云林县，也是伫其他的即个县市，甚至无一定是迄个县，是迄个县内底某一个乡、某一个城镇，你爱有针对遐真正有需要的人，去互因会当好食的即个营养午餐，互因免费，啊，伊就需要帮助，啊你。比如讲，你若伫大汉区，若真侪足侪好嘢人，你去用营养午餐免钱，我甲你讲吼，伊绝对袂食。啊，伊若无爱食吼，你看未来食的剩的食的物件，看要怎处理，是毋是老师会逼这个囡仔食？咱较看卖啊咧。我想要来问阿宏哦，你敢有赞成这蒋市长即马即个班有先呢啊呢？伊囡仔班拢摕一个悠游卡啊，就去西门咧买一罐牛奶拢免钱啊呢。这班有生理这代志吼，其实我本人吼，我是你这生理，你甲迄个生理的公司，我其实我感觉我家己是较无赞成啦，啊，就是讲。但是你要面对你的选民哦，你要甲选民讲我你这个钱拿起来了后，要放伫倒位？就讲啊，来请老师啊，就是讲，这老师若是加赶钱，啊，就会使来请搁较好的老师，啊来带囡仔，啊是毋是咱就会较放心，啊就会来洗较济。哦，所以你认为讲这个生理的钱，啊，甲其他的钱扣起来，对老师的待遇？爱来增加，是啊。你的意思要给老师加薪，是不是？是。哦，就要台北市的老师来加薪哦，来两位前任的市议员，恁感觉这会通袂通？其实应该是讲，这两个钱是无共款啊。当然，包括咱讲老师，那讲不得流用啊，你都无法度。老师 UDN 的老师啊，够托婴的这个托育人员哦，咱这边真正是大家拢足欠的。其实小朋友我们希望生。但是老师不足的时候，就会跟护理师一样，你开不了床，可是大家有需求，所以你讲，阮在变医生时阵，卫生局伊嘛是伫咧医家的时阵，伊就会变，阮就要求讲，啊，你联医这样子的一个护理师、医师，是不是可以加薪，福利更多，从这边来加？所以一点每一个老师林成妮啦，吼，无共款啦，无共款啦，啊，当然你讲。囡仔伊有足侪会当家照顾的方式，伊的健康、伊的营养、伊的伫咧教育顶头，各方各面，其实我们都要去思考，也都要去考虑的。那你说生喝鲜乳啊，有的不喝，他说我有乳糖不耐症，我只能喝豆浆。好，那其实有糖会倒你啊。其实我觉得生喝鲜乳这个是可以有一点检讨的，就是因为到尾啊，我听到就这，阮去行地方的时阵，就这爸爸妈妈伊讲，哦，啉到尾啊，拢是爸爸妈妈在啉。对啊。爸爸妈妈喝鲜乳，阿公阿嬷喝豆浆，拢变成安尼。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可以检讨的一个空间，稍微修正一下。来，主席，这就是刚刚严议员讲的，就是自己好像又回到国民党的理念，就是说，国民党不赞成说我们要拿500亿台币发给全台北市的人每个人2万块。那这500亿可以做什么？就可以做，比如说我们给一些老师有更好的福利跟津贴，我们增加这个护理师、医生的福利跟津贴。所以，然后今天讲完，星星5生你有同意不？同意啊，在日本是每天都有牛奶。我们台湾1周才给孩子喝1瓶牛奶，你们去看日本的小学生，
他是每天都有一瓶牛奶，哎，营养午餐就是这样子。那蒋万安今天有说要做月子加菜金，给每一个新手妈妈增加3万块，每一胎增加3万块月子加菜金，所以把这个500亿拿来做月子加菜金，做老